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9月9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以色列虽战败，上帝仍是上帝。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31章10到13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所以你们要记住，不可遗忘，天地间唯有上主是上帝，他以外没有别的神。申命记4章39节。扫罗被杀，城镇被占，以色列人死的死，逃的逃。扫罗活的时候要面子，死了还是要面子，但却偏偏彻底丢尽面子。尸体和军装都被非利士人凌入示众。非利士人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中。历代志上10章10节，加上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。这种举动和把约柜放在大衮庙中是相同的意思。大概他们渴望表达非利士的神明大衮强过以色列的神。基列雅比人听见扫罗王所受的凌辱，他们感觉就好像等于上帝和他的子民所受的凌辱，所以他们为着上帝的荣耀，又为了要感念40年前扫罗王对基列雅比人拯救之恩，所以基列雅比我们知道是扫罗营救过的城，发生在他最好的时光里面，所以对他们而言，他总是一位英雄。他的无头尸体被钉在墙上，这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对他们来讲是难以承受的事。所以城里的勇士，这些勇士可能不列在扫罗的主力军队中。这时候他们敢于冒险进入非利士的军区，将扫罗和儿子的尸首抢夺回来，并且给他们一个体面的葬礼，将他们的骸骨安葬在自己的国土里面。虽然经文说他们用火烧了，将骸骨葬了，重要的是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得到，就是百姓对以色列王室的尊敬，侮辱他们身体的羞耻被彻底除灭。基列雅比人或许偿还他们所欠的，但是必须这么做，所以就带着他们悲伤和哀哭，他们为扫罗来禁食7日。然后我们来思想，以色列或许被打败了，扫罗或许不能够达成他解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任务，但是又怎样？上帝还是上帝。其实扫罗的结局早在上帝的预言当中，这说明这一切，包括扫罗他还有他的儿子的一生，都在上帝的掌管里。这对今天那些属于上帝的子民，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教会好像已经被击败了，好像被这个疫情击败了，但是
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提醒我们，不管我们面对失败、逼迫，或是疫情，或者是世俗主义者的冷嘲热讽，虽然是这样，但上帝仍然是上帝。所以在这凄凉的时刻，或者是在你自己面对失败的时刻、绝望的时刻，都不应该是故事的结局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仍然活着，上帝仍然是上帝，上帝仍然掌权。我们来默想，因为扫罗和以色列人的失败，或者当你自己遇到失败的时候，会让你觉得这位上帝是失败的，是无能的，是已经死掉的神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借着撒母耳记上的这一些经文，让我们看见天地万物随时都在改变，唯有你的慈爱、信实和全能永不改变。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谨守遵行你的话语，不是用悲剧来作为我们生命的结局。不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难处与失败，让我们都不离弃你，因为你仍然掌权作王。求你让我们在信心里面看见你的恩典，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